这边呢就算我道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喝一场，干，干，干了！哎，如果说爱宝没在的话，你是不是不会来啊？吃饭。哎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呢？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一整天跟你们牵线搭桥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。你叫我来吃饭，就想跟我说这些啊？那好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问。你是不是喜欢爱宝？我是喜欢爱宝，但不代表什么。我让你说你就说，你就不知道说句谎话哄哄我吗？说句谎话会死啊！那我们呢？我们之间算什么？李朵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朋友，只是朋友。朋友？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我只知道，我喜欢的男人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喜欢上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把我当傻瓜，在我面前演戏。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哎呀，别那么不给面子呀，是吧？好歹咱也同学一场啊。我看你是好了伤忘了疼吧？哎，就那点小伤，小妮儿我还真不在乎。你干嘛？这给你。平白无故干嘛送我东西啊？哟，不要啊！不要行了。拿来。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要是追爱宝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他喜欢的不是你这款。我知道爱宝不是喜欢我这款的，他喜欢老男人啊，就特别是你男朋友那种类型呗。别瞎说。别硬撑了，妹妹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爱宝护着他跟护着自己男人似的，这大叔对爱宝还有点那么意思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呢是想这样，你帮我牵住这大叔，爱宝这边呢我自己搞定。其实啊，我也是为了帮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朋友给我的，据说放在水里头，只要喝一口，立马断片。别硬撑了，妹妹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大叔对爱宝还有点那么意思。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你呢，帮我牵制住这大叔，爱宝的事我自己来，这样也是为你好。
这回呢，就算我道歉了。之前呢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我回去想了一下呀，可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希望你能多多包涵啊。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的话，倒是我不好意思了，可能是有些方面我做的不太到，让你误会了。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跟爱宝在我眼里都是小妹妹。行了，啥也不说了，我先自己道个歉。领导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，咱们好好喝一场，不醉不归啊！干！行。干！干！干！干了，再来！据说放在水里头，只要喝一口，立马断片儿。这回呢，就算我道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，好好喝一场。干！干！干了！你难道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林轩，你是个混蛋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别推了，停一下吧。怎么，累了？如果累的话，咱们回病房去。我们的故事讲到哪儿了？接着说吧。经过李朵这件事后，我想起来真的很后怕。
他们年轻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，好像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他们，远离是非，尽量的不和爱宝他们联系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又开始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，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爱宝的电话。小伙子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回去呢？哈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不工作，我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我跟你一样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这么加班，你老婆就不心疼你啊？像你这个年纪的小两口，那可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。我还没老婆呢，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待着呢。那就赶紧找一个吧，找一个你就不这么拼命喽，可别混得跟我老头子一样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啊。大爷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赶紧回去吧。爱宝，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跟李朵解释解释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去解释了。来，把衣服披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儿，都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把衣服搞好。来。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弄的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李朵喜欢你，可是我也喜欢你啊。胡说什么呀，小孩子！你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把病养好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小孩儿。爸，你叫我什么？
我叫你爸爸。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是我长得像你爸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所以她恨极那样的生活。于是他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吃饭呀？嗯什么呀你嗯？让你吃饭你嗯什么呀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看你副刁样儿，长得真像你爸。你吃不吃饭呀？你倒是！妈妈抱抱你。叫你爸爸呢？你爸爸管你吗？这两天谁都不管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哭他吗？行，你自己快，真烦人呢！什么孩子呀？自己哭吧你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爸爸。我爸在的时候，我妈她就特别的温柔，不论是对我，或是对爸爸也好。所以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因为我妈她是第三者嘛，而我只是一个私生女，我甚至不能够跟任何人说我爸爸是谁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，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爸。喂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担起了一个爸爸的责任。